歡迎嚟到財富吧，我係你哋嘅財富調酒師。今晚唔講酒，講錢。你有冇發現點解咁辛苦賺嘅錢好似雪糕咁慢慢溶咗？你睇現金就好似呢嚿冰擺喺度唔喐，佢就會自己縮水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大魔王通脹。記唔記得10年前食個常餐幾錢？30幾蚊搞掂。而家閒閒地都要50、60，錢冇少咗，但係購買力就少咗一大截。通脹就係呢隻隱形怪獸，專門偷食你銀包入邊嘅購買力，每年食你2到3%。10年後你副身家就穿咗個大窿。大家好，我係斜槓爸爸，歡迎嚟到負能量頻道。我同你一樣係普通打工仔，但我用公餘時間學投資理財，目標唔係變到好有錢，而係逃離老鼠圈，拎翻人生主導權，做翻自己想做嘅事。呢個頻道分享簡單實用嘅投資知識。如果你都想財務自由啲，有多啲選擇，就記得訂閱啦。我哋一齊建立負能量人生。好多人以為儲錢就夠，儲蓄係好重要，係個底，但單靠儲蓄，你永遠填唔滿呢幅財富拼圖。因為銀行利息根本追唔上通脹怪獸嘅速度，你儲得越耐，實際上就越窮。所以我哋需要更有力嘅武器，唔係賭博，係投資。將你嘅錢放入呢個神奇嘅 shaker 度搖一搖，產生複利嘅化學作用。投資就係調酒藝術，唔係單飲一種烈酒，而係要混合唔同資產、股票、債券、現金，調出適合你口味嘅財富雞尾酒。愛因斯坦都話，複利係世界第8大奇蹟。只要時間夠長，雪球就會越滾越大。呢個就係投資嘅真正魔力。我哋嘅目標就係要用投資回報填滿呢個拼圖，達成財務自由，唔使再為錢煩惱，做真正嘅人生贏家。投資就好似調酒，唔同人有唔同口味。你係保守派、平衡派定係進取派？我哋逐個講。保守型投資者鍾意穩陣，80%債券，20%股票，回報唔會好高，但風險低，最重要係瞓得着覺。平衡型就係一半一半，50%債券，50%股票，有返咁上下回報，風險又唔會太高，最適合大部分人。進取型就係博大啲，80%股票，20%債券，潛在回報高，但係要頂得順個市上上落落。大部分人都啱平衡型，但記住你嘅投資組合要跟住年齡同人生目標調整，唔係一成不變。投資另一個關鍵武器係時間，時間係你最好嘅朋友，因為有複利效應呢個超級武器。複利就好似種樹，初頭慢慢地，但時間一長，你啲錢會自己生錢，越滾越大，最後結出豐碩果實。你睇，1萬蚊投資30年，假設每年8%回報，可以變成超過10萬蚊。呢個就係時間同複利嘅神奇魔力。老生常談，但好重要，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。分散投資可以大大降低風險。如果你只買一隻股票，間公司執笠你就輸晒。但如果你買10隻、20隻，一隻跌，其他仲有機會升啊！開始成型啦，接落嚟就講下一樣好關鍵嘅嘢，資產配置嘅秘密。資產配置就好似調酒配方咁，你要決定每種資產佔幾多%，股票幾多，債券幾多。呢個決定直接影響你90%嘅投資回報，唔係揀股票咁簡單。年輕人可以將股票比例調高啲，因為你有時間捱過市場波動，長線增值潛力大。臨近退休就要慢慢增加債券比例，保本同穩定收入最重要，唔好再冒險。定期再平衡係好重要嘅動作。當某類資產升得太多，偏離咗原定比例，你就要賣出一啲，買翻啲跌咗嘅資產。例如你本來設計股債各佔50%，幾年後股票升到70%，你就要賣啲股票買債券，將個秤調翻平衡，咁先做到真正嘅高買低買，而唔係盲目追高。投資路上有3大風險，怪獸會攻擊你：市場風險、信用風險同埋流動性風險。但唔使驚，我哋有對應嘅防禦武器去應對。市場風險即係成個大市一齊升跌，冇人可以避免。對抗方法係咩？就係分散投資去唔同國家同板塊，唔好 all in 喺一個地方。信用風險即係你投資嘅公司可能會執笠還唔到錢。對抗方法係咩？就係揀有信譽、財務穩健嘅優質公司同埋政府債券做投資。
流動性風險即係你急需用錢嗰陣，但賣唔出資產，變成有價冇市。對抗方法好簡單，就係保留適量現金做應急錢，至少3到6個月生活費，用呢3塊盾牌做好防禦，3隻風險怪獸就俾我哋完全困住啦。財富拼圖而家完成40%，我哋要繼續加油向前行。除咗管理外在嘅風險，你仲要學識管理自己嘅情緒同心態。投資最大嘅敵人其實唔係市場，而係你自己嘅人性弱點。市場大跌嗰陣，新聞成日嚇你，人人都恐慌賣出，結果喺低位斬倉。市場大升嗰陣，又話唔入市就輸一世，人人貪婪追高，結果喺高位接火棒。呢啲都係人性弱點，你一定要學識克服。成功嘅投資者會喺市場最瘋狂嗰陣保持冷靜理性，唔會輕易被情緒左右做錯決定。記住一個金句：低買高賣先係王道，唔係高買低賣，輸到一副都冇。投資唔係短跑比賽，而係一場超級馬拉松長跑。短期市場波動根本唔使驚，甚至係買貨好時機。長期持有優質資產先係真正嘅致勝關鍵。好多學術研究都證明咗，頻繁買賣嘅投資者平均回報通常都較差，因為手續費會蠶食利潤。反而長期持有優質資產嘅人，最終回報會更加好，更加穩定。好嘢，我哋嘅拼圖而家過半啦。雖然過程有啲辛苦，但絕對值得，因為你已經贏咗好多人。而家就講下點樣將理論變成實戰操作技巧。定期定額呢個方法係散戶最強大嘅武器。每個月固定同一日投資固定金額，唔使理市場當日升跌，系統自動幫你拉平成本價。市場價格高嗰陣，你用同樣嘅錢只買少啲單位；市場價格低嗰陣，你就買多好多單位，拉低平均成本。長期落嚟，你嘅平均成本一定會降低。呢個就係傳說中嘅微笑曲線效應。定期定額呢個方法特別適合忙碌嘅打工仔，出糧嗰日自動扣錢去投資。當自己冇收過呢筆錢，咁慳時間慳精神，又幫你建立投資紀律，一舉三得。睇下而家呢幅財富拼圖，我哋嘅財富地基已經好穩陣，核心概念都放好晒啦。拼圖完成度去到65%，離目標有近一大步，大家繼續努力向前衝。而家開始講下市面上唔同種類嘅投資工具啦。就好似我吧台上面嘅調酒工具咁，每樣都有佢獨特嘅專門用途。股票其實係代表公司嘅一小部分，擁有權。買股票即係做股東仔，潛在回報可以好高，但係價格波動都好大，大家要有充足心理準備先得。債券簡單講就係借錢俾政府或者大公司，佢哋會定期俾你固定利息回報。雖然回報較低，但收入穩定，整體風險相對較細好多。基金就係集合埋一班投資者嘅錢，由專業經理全權幫你做投資決定，你完全唔使自己花時間揀股票，對忙碌人士嚟講方便好多。ETF 其實就好似基金嘅簡化版，但係可以喺股票市場即時買賣，好似買賣股票咁方便快捷。而且管理收費通常都比傳統基金平好多，對散戶更有利。對於投資新手嚟講，我強烈推薦用 ETF 配合定期定額投資策略，操作簡單，買賣方便，收費又平，絕對係最佳嘅入門黃金組合。指數基金主要係緊貼追蹤大市指數表現，例如大家熟悉嘅恒生指數或標普500。買入指數基金其實等於一次過買晒成個市場嘅代表股票。權威研究清楚顯示，長期投資嚟講，大部分收費貴嘅主動基金都明顯跑輸指數基金表現，所以買指數基金絕對係最聰明嘅理性選擇。太好啦！我哋嘅財富拼圖而家完成75%啦，眼見就快大功告成。而家開始講下更進階嘅投資策略。想進階啲嘅朋友可以考慮用核心衛星策略。呢個方法，70%資金買指數基金做穩健核心，30%資金買個股或主題基金做進取衛星。核心部分主要目標係求穩陣，打好基礎。衛星部分就可以進取啲，博取更高超額回報。咁樣組合既有長期穩定性，同時又有增長潛力空間。投資組合入邊一定要配置少少避險資產，例如實物黃金或者充足嘅現金儲備。當遇到股市突然大跌嗰陣，呢啲避險資產就可以有效保護你嘅財富。回顧2008年嗰次全球金融海嘯危機，當時環球股市暴跌差唔多一半，但實物黃金反而逆市上升。呢個就係所謂對沖效果嘅經典示範，有效分散投資風險，非常好。而家我哋嘅拼圖已經完成85%啦。有咗黃金等避險資產喺手，我哋嘅整體投資組合就更加穩陣可靠，準備做最後衝刺。喺漫長嘅投資路上，其實隱藏住好多危險陷阱。呢啲好似毒藥嘅錯誤拼圖，大家千祈唔好亂執。我哋一定要學識提早識別同避開佢哋。第一個致命錯誤，盲目追高殺低嘅羊群心態，見市場升就心急追入，見市場跌就驚慌走人。呢個絕對係散戶最常見嘅致命投資錯誤。最終慘痛結果會點？就係不斷高買低賣，長期累積輸到連底褲都冇。正確嘅投資做法應該係完全相反，低買高賣，或者索性選擇長期持有優質資產。第二個常見錯誤，過度頻繁交易嘅壞習慣，成日不停買入賣出換貨，
自以為好叻好識投資，但其實要知道每次買賣交易都要俾手續費㗎，累積埋手續費、政府印花稅、買賣差價等等隱藏成本，過度頻繁交易，最終只會慢慢蠶食你嘅寶貴投資回報。永遠記住呢個黃金原則，減少無謂交易，增加長期持有。第三個最危險錯誤，高風險借錢投資嘅愚蠢行為，無論用槓桿、借孖展定係借財務公司私貸，呢個絕對係最高風險、最危險嘅投機做法。市場只要跌少少，因為槓桿效應，你就隨時會輸大錢。更加慘嘅係會被銀行追繳保證金，最終被逼喺低位斬倉平倉。所以千祈萬祈絕對唔好借錢投資。呢啲咁危險又有毒嘅錯誤拼圖，我哋堅決唔要，一腳大力踢走晒佢哋，專心專注喺正確嘅長線投資方法。投資其實係一場漫長嘅終身學習過程，市場環境日日不斷變化演進，你都要保持謙虛，持續學習進步，與時並進先可以生存。平時得閒多啲睇書、上課、聽 podcast 同參加講座，其實有好多唔同方法學習投資知識。永遠記住，豐富嘅投資知識就係真正力量。太好啦，真係恭喜！而家拼圖已經順利完成90%啦。堅持咗咁耐，我哋就快大功告成，準備做最後衝刺。學咗咁多理論知識都係紙上談兵，最重要始終係要付諸行動。立即坐低制定你個人嘅投資計劃，然後唔好猶豫，馬上開始執行。第一步，清楚設定你嘅具體財務目標。第二步，謹慎選擇最適合你嘅投資工具。第三步，立即開始有紀律咁定期投資。第四步，養成良好習慣，定期檢視調整組合。大家一定要深刻記住呢句金句：計劃唔係寫嚟擺住睇，係要切實用嚟做㗎。由今日即刻就開始行動，千祈唔好再揾藉口拖延。最後一個通往成功嘅關鍵要素，堅持長期嚴守你嘅投資紀律。市場短期一定會劇烈波動，但你嘅核心投資紀律同原則絕對唔可以變。當身邊其他人因為恐慌而盲目賣出，你依然要堅持冷靜，繼續定期投資。當市場最終強勁反彈回升，你就會係嗰個笑到最後嘅贏家。終於嚟到期待已久嘅最後一塊拼圖，我哋大家一齊同心協力完成埋佢。終於大功告成，完成晒啦，真係好開心！成幅宏偉嘅財富拼圖正式大功告成，討厭嘅通脹怪獸終於俾我哋完全制服鎖住啦！大家你哋試下望清楚呢一幅完整圖畫，只要用正確嘅科學投資方法，我哋唔單止可以有效對抗到通脹侵蝕，仲可以主動創造更多財富，最終達成夢寐以求嘅財務自由。投資理財係一場考驗耐性嘅漫長馬拉松，絕對唔係靠運氣嘅短距離短跑。衷心祝大家都可以成功調配出專屬於自己口味嘅招牌財富美酒。最後等我簡單總結返今日嘅重點一下。通脹確實係真實存在嘅隱形威脅，投資就係我哋必須掌握嘅防身武器。謹記要分散風險，堅持長期持有優質資產，最緊要係今日即刻開始行動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，記得幫手 like 同 share 俾你身邊朋友，記得訂閱埋我哋 YouTube 頻道，持續學習更多實用財富知識。最後特別提醒返大家重要一次，本片所有內容純屬教育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實際投資建議。投資活動必然涉及一定風險，請大家務必自己做好功課。下集精彩內容，我哋會詳細手把手教你點樣一步步挑選人生第一隻 ETF。記住密切留意我哋嘅更新，約定你。